這一屆豐台內高雄飛輪機的機紙取消就超過1400多班，真濟人的行程攏受到影響。今麥豐台過恢復疏運，民航局派大隻的飛輪機加開機紙來鬥載旅客。報道幾日前，人陣排正長，桃園機場禮拜客運量到672架次，旅客量逾55.5萬人次。豐台過了後，慢慢個正常營運，旅客人數明顯增加。無論是開的線，還是長程線旅客，攏因為航班變動影響，無用調整後續的行程。而且還有那些溝通問題，因為當時又放颱風假，所以要跟這些航空公司在溝通的時候有一些困難。住宿是本來就已經訂好，但是我沒辦法退，所以就是昨天可能一整天都在處理這件事情。前天就在處理。禮拜雙蘭機場的國際航班也是有取消，還是改時，真濟人的旅行天數無預見悠長，啊，不過會當趕佇禮拜轉來到國內，隔天會當正常上班，旅客才較放心。第一時間就有順利的改好的。對，但機票時間改了4次了，所以還是蠻辛苦的。5+2，5+2。7天。對对对。他們直接通知我們，就是直接到今天。所以你就多留了1天的。對，在日本多留了1天。對豐台離開偏湖航空站指出，往高雄、台南、嘉義航班攏正常飛航，往台中、台北也有部分變動，攏總規工往本島攏總57航班，會當提供4000多個座位。現場大概還有50來位的一個旅客在等待候補，那我們會持續觀察候補的一個狀態。民航局講，12日國際線部分業者攏開大機型，飛東北亞、東南亞甲兩環航線，疏運因為航班取消也是延誤行程的旅客。國內線部分嘛協調航空公司佇金門偏湖航線加開班機，也是加大機型，攏總14架次。禮拜5後，因為小三通復航，金門碼頭有較濟旅客，民航局協調航空公司台面疏運。馬祖地區嘛，因為氣候無好，12也是停航。13拜一，除了請航空公司調度運能，也無排除看情況啟動軍機疏運。記者綜合報道。